无比大疼。伫搬过节的无几日前，耶稣甲伊的门徒行伫往耶路撒冷的路中，准备要去庆祝一个犹太人的大祭期。一家庭群众听到耶稣已经到伫伯大尼，甲伊的好朋友玛利亚、伊的阿姊马大，以及耶稣予伊对死搁活的小弟列撒路做伙用餐。众人围雷爱要亲自看见这位充满贵力、行了侪侪神迹的先知。当耶稣甲军队伊的人特别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群众哪来哪大声。伫耶稣入城的时，众人也张像伊递名字，话讲：何塞那，奉主圣名来，应该得到何乐，何乐归于以色列的王。Queen
人自集备办搬过节的迄几日，和散那的歌声，伫耶路撒冷的街头巷尾三应声。搬过节的大日子到了，门徒问耶稣，看伊爱因去倒落，准备因家己着手的搬过节。耶稣就指示因去到城内，伫遐有一个提水办的人，伊话带因到伫一个已经备办好势的楼顶，就伫遐因要准备过节。到伫暗暝的时，耶稣甲伊的门徒三甲自集，享受搬过节的宴席。当因得要食的时，耶稣摕饼祝谢了后，就对因讲：“摕去食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食了后，耶稣搁旁杯祝谢了，讲：“摕去啉，恁拢着啉即个杯，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约。”是要为着侪侪人流出，通互因一切罪过得着赦免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我
当世间的救主受死来完成上帝永远救赎的大计划迄时，全地拢恬静啦。这位谦卑的人子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样相，出世甲人相款。伊甘愿谦卑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，是参与伫钉死耶稣的人，伊看到主的情景，心肝大受感动，讲：这人真正是异人。毋免犹豫，耶稣所讲的话，伫遐个徛伫十字架的见证伊死亡的人的心内，不断地回转。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无有比这个较大的疼。
神无尽的爱，跨越了永恒，胜过了仇恨、自私和不公义的愚昧行为。或许，罗马人和被误导的宗教领袖们，在那日钉了神爱子十字架，但他们却无法粉碎这信息，以及神无尽的爱。爱的救赎工程尚未完成，就在7日的头一日，安息日的黎明之后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忽然，地大震动，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坟墓的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已经复活了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”基督复活，正如他所说的，唱哈利路亚！基督，你从死里复活。哈利路亚！献歌队最后一句哈利路亚。